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咱常常听人讲男倒女正，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就是男。咱做伙来看到男了暗男第5条，这个男就是查甫，会晓讲是较文的讲法。咱讲男儿当自强，男人男子汉，啊若较白话，咱就讲查甫。另外，这个男嘛有后生意思，咱讲中男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2个词。这2个词拢是这个俗谚语，咱看到头一个是人咧讲的“男天平，女下国”，这算是算命先的片话，意思就是讲查甫的头壳遐把持，啊若查某下国把握，这拢是好命的面相。第2个词读做“男强牙，女学软”，这个意思是讲查某身体真懒，男性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2个词夹做伙。比如讲，古早算命先咧认为“男天平，女下国”是好命的面相。若讲到好命底右手脚，身体自然就勇敢，较袂有男强牙、女学软的情形发生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男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